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9日 AM 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美国总统川普伫10月决定要卖予台湾66架 F-16战机，台湾总统府也表示感谢。交通部甲教育部希望提升国内旅游，爱学校加办我校外活动，不过真侪家长无都接受。爱食薰的朋友爱注意咯！第9月初开始，台北市连锁超商甲咖啡店的顶仔卡袂使食薰。头先，咱来关心到咱台湾国防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伫10月时阵批准卖予台湾66架 F-16B 的战机，总统府对此也表示感谢，也强调讲，这个军售案会使提升台湾伫空中的国防能力。另外，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伊也发布了中英文的声明，讲未来若准伊来做总统，会继续强化台美国防甲安全的关系。在国道起降无计紧急降落，补给弹药油料，台湾 F-16战机正慢慢升级为 F-16V 战机。美国总统川普18号亲嘴证实，已经批准卖价达80亿美金的 F-16V 战机予台湾，肯定军售案将为美国带来真侪钱甲真侪工作机会。那希望这项军售案能够尽早获得美国国会的同意，以利于提升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的空防战力，并且维护台海的和平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总统府表示，感谢美方对台湾国安重视，并坚定履行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证承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也发出中英文声明，表达感谢。那担任总统会继续强化台美国防安全关系，善尽和平捍卫者角色。F-16V 被叫做亚洲上强中轻型战机，专家分析不只符合未来战场的需求，若是载着雷达用同时执行无共款的任务，也可能配置新型发动机。减少起飞距离，而且有大推力引擎，有更较好的武器收载甲运动性能，有对地压制能力。同时与多模式进行运作，而以往的机械扫描式雷达、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来讲，都不及这个最新的电子扫描雷达，获得全面强化，因此不管是攻击和防卫的能力，那都比现行的战机要高一个级别。理论上来讲的话，在东部它可以发挥几个战术以及战略优势，它航程比以往的 F-16多了30%，必要的时候可以执行协助海军的护航任务，搭载了反舰飞弹，可以有效的反制中共所谓的远海长训的活动。学者分析，美方选伫美中贸易战甲香港反送中时间点落实对待军售，显示美中伫政治外交关系脱钩。中国外交部是不满军售案，要求美方遵守一中原则甲中美3个联合公布，取消军售，若无后果自负。中方也将采取必要措施。这军售案将会伫美国国会通过了后正式发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到香港反送中的情势。不满香港警方日前对地铁站发射催泪弹，部分香港地铁员工以及着列车长，在今仔日发起着无爱上车以及请假活动来表示因的抗议。香港民阵也预告讲，在8月31日时阵，还有一场游行，而且这回路线终点就是中联办。加上这个香港关系长得紧张，中国政府也随讲要来支持亲军。变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互看做要把这个香港的地位渐渐绑下掉。因为不满香港警方进前伫示威期间向地铁站内底发射催泪弹，还有塑胶枪支，700外的港铁员工落尾发动联署，要求港铁谴责警方等3大诉求，毋过拢无得到回应。部分列车长还有员工8月19家己发动静坐不爱上车，也是请假不爱上班的活动，表示抗议。民众嘛支持，支持啊，因为
地铁站这个地方很小嘛，就很小的地方，然后人都挤在一起的话，就对我们身体不好啊。不过，香港地铁站嘛调派30多个人去补各路线请假车长的课，所以营运无受到上大影响。8月18民主定也伫维园举办的聚会，合共有170万个人来参加。不过，网民下晡举办第5届记者会，讲政府对和平集会同款嘛是叫做看无。警方2个月针對遊行8屆發出反對通知書，是侵犯公民權利。警方同埋上訴委員會仍然假定遊行會對社會構成潛在威脅。以家長式嘅強硬態度阻止港人遊行，剝削香港人嘅基本自由。不過，反送中示威活動無安尼就停落來，面對預告8月30日擱一屆發起遊行，路線暫時定佇咧左大會園到中壢八，泛民派議員嘛支持到底，嘛抗議警方烏白來，而是閣有網友發起，甲哩他的活動一直來往機場試驗交通的壓力，包括使用機場的鐵軌路、機場巴士，用無阻擋機場客運大樓來做另外一種嘅示威活動。佢唔回應香港人5大訴求，唔回應示威者呢個5大訴求嘅話咧，我哋確實咧係會對未來持續係有衝突咧。警方咧就喺度強烈勸喻，任何人都唔應該去干擾機場嘅正常運作。而且，就伫咧香港情勢正緊張的時陣，中國除了公布解放軍影片來恐嚇以外，閣無伊閣向宣布建設清泉市的計劃，要甲伊變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仿佛1國2制發展實踐。時機點是正敏感嘛，互外界誘講，中國想要重點發展清泉，來互香港孤立。記者綜合報道。有關香港反送中的問題，總統蔡英文今日也表示講，咱關心香港的問題，唔過未來介入，也呼籲北京甲香港政府莫甲情勢惡化的責任撒給別人。中國國台辦也警告台灣，莫插手香港事務，也袂使提供予這示威者撇開空間。香港反送中抗議閣也未煞，總統蔡英文19接見澳洲前國防部長的時陣表示，台灣支持香港追求民主自由，嘛關注局勢惡化，強調台灣關心香港的問題，但是未介入。我也要呼籲北京和香港當局要用智慧和誠意來化解衝突，不要將情勢的惡化的責任推給那個並不存在的外力介入。也不要拒絕和人民對話，更不要做出錯誤的判斷，造成歷史的遺憾。為着要聲援香港反送中，蔡英文前幾天嘛下令以人道救援的方式，讓香港居民來台灣個案協助。中國國台辦是警告台灣政府停止插手香港事務，袂當讓香港示威者庇護。行政院長蘇貞昌是強調講，希望香港政府對人民卑微的訴求好好做出回應。若是韓國瑜國政顧問團大動作介紹出來，大部分是馬政府時期的官員。毋那蔡英文競選辦公室講，對着宣傳團隊無期待，蘇貞昌嘛甲口。韓市長公布所謂的國政團，不就是他在初選的時候一再批評的所謂打混10幾年害了台灣的那些人嗎？蘇貞昌一回嘴就口說韓國瑜，暗過當被問到2020蔡老陪強行無法度完成，蘇貞昌敢若回應講，互外界留一寡會當想的空間。預知結果如何，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記者綜合報道。本地20月，郭文德、郭台銘、王金平這3人要來面會，卻無來成功。國民黨黨內整合也是無進展，甚至有個縣市市長無要來挺韓國瑜，親像新北市長侯友宜表態無要做伊競選辦公室的主委，台中市長羅秀燕伊的話語也受保留。連續落雨超過1禮拜，國際園內底4個攏是暖氣的木瓜。中國鄉因為落雨幾日天，損失初步估計是1100萬。韓國瑜早起前往勘災，只是農業處和農民上大的協助。不過問伊甲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見面時陣開講啥，伊攏無講。先跟吳敦義主席見面啊，可不可以談一下你們見面的內容？還有是不是什麼時候要跟郭台銘董事長見面？這部分我再講一下。國政顧問剛剛說。
韩国路无开喙，当主席吴敦义颠倒是先日讲会谈是为着要增加团结，毋过连伊嘛无把握未成功，因为吴敦义本来即礼拜想要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来见面，毋过郭台铭的幕僚所发声明来拒绝，直接讲即礼拜行程都已经安排好啊，看袂出会面的可能性。虽然党中央公布要放弃整合的第一步，却一直喊袂出去。韩国路即马该面对地方首长无共心的这个部分。现阶段我还是以市政为最大的一个考量，其他的事情都还不是我考量当中。韩市长来新北市竞选的话，你会去站台吗？目前我还是以市政为最大的优先考量。帮忙我一定会帮忙，不过呢，要不要挂职务，或者是要挂什么样的职务哈？那我想我们还要再讨论。新北市长侯友宜搁一改表态，就算空气红嘛，嘛袂挂新北竞争主委的名。台中市长罗秀燕虽然嘛讲要斗3工，毋过对职务的部分嘛拢袂讲。互韩国瑜想要集合地方势力的部分，都有可能踢到铁幕。若是已经就定位的国政顾问团队8人名单，煞嘛互总统蔡英文批评讲，这个人真侪拢是马英九执政时阵的学者，嘛直接来讲，这就是633团队。他应该回去想想2016年的时候他怎么交接，他这3年来的执政是什么样子，哩哩啦啦。我觉得他们讲这个话，完全就是在担心说我们这团队好像是真的阵容不错，让他觉得应该是有危机感才会讲这个话。张善政回应讲是团队有够强，才互蔡英文讲话来讲价。毋过国本团某一寡代志，政大社科院院长江明修家己表讲，无向问过对方列入去名单内底。张善政是出来保护讲，未要求大家理念拢爱共款，只要愿意一摆贡献就会使。经过讨论，江明修嘛是会搁留伫团队内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郭台铭、郭文哲、王金平，虽然因3人伫10岁时阵在桃园无见着面，今也传出着郭的较王的这2个人，不满郭文哲一直的放调，打算要联手跟郭文哲家己出来选总统。郭文哲表示讲无听到这个消息，王金平听到也回应讲哪有可能，强调因3个人爱互相融合理念。2010总统大选过关王会面时间一直无决定，三角势力合作增加变数。传出不满关系一直对外放话，郭台铭选总统纪录降低，王金平也无够坚持一定要选总统。郭王2人甚至拍算支持关系选总统。这制造业的是随处随地每天制造新闻的嘛。我至少我没有听到任何跟这个有相关的讯息。那时候访问讲的，你不晓得哪一个是人家不喜欢的，搞不清楚。我讲多了，破洞就多嘛。那怎么可能呢？现在在融合彼此间的理念，那希望建构出一个为整个中华民国好，为台湾好。对过关王合作，王金平强调，上天有路，互咱行，咱就行。只是3人结盟，到即马无定案。高雄市长韩国瑜就讲，唔知是咧接驳我，还是这3个人互相接驳。人家王金平不是要常常讲逆增上缘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哦，一件事情要成功没那么简单的啦。那我1、2、3的成功哎，我们这个真的这种组合，或是什么样的组合，可以真的去符合那个需要，这才是我们自己要去。要再沉淀，还要再思考的。这个要互相勉励，互相祝福，没有折磨的事情。过关王结盟时间真晚，传出王金平甲郭台铭本礼拜会伫庙内底相见，讨论3人选总统。毋过郭台铭办公室表示，目前无这个行程规划。王金平是讲，大家拢是员工地主兄弟情谊，应该有这个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到劳工的权益，也关心到巴士的问题。昨日走台北市区的公车光华巴士，2日前有一名姓李的司机，伊甲这个尾班车开登总站了后，摔脑中风倒伫车内。落尾这个司机也向公司来要求赔偿，也告这间公司。这个法院依持2审的审判，讲这个驾驶捌连续上班19天，光华巴士违反着劳基法。爱赔偿这个驾驶800多万。
伫台北树林天母经营几啊条公车路线的光华巴士，逐工前捌发生一件过度案件。一名细丽的运将伫2013年11月28，将八班车开登啊总站的时阵，脑中风倒伫咧车内面，需要全人24小时照顾。一直同年的5月到7月份之间，2届小连续上班13天，各有1届上19天。都通报认定脑中风是得到职业病，该驾驶对公司提告求偿。二审光华巴士判赔820多万，公司不予上诉，但是予最高法院甲驳回。认定是他其实也算是一个累积下来的加班那个劳累啊，会产生他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是认定说这个有等于说这个是属于40审认定的职权范围这样子，所以光华巴士来上诉，他没有去具体指在说2审这个判决有怎么样的违背法令这样子，所以他就用裁定把它驳掉了。客运业汇关超时的问题常常发生。新北市路工局去年11月到今年1月，有做专案路检，通联客运有运将加班超过单月46点钟的上限，来到50时至60点钟不一定。因为通联是5档内第10届累犯，所以被罚甲劳基法相关的罚款100万。那这次裁罚最高的前3名呢？第1名是统联客运，他是使劳工超时工作，那已经累积到第10次，所以我们依法开罚到最上限100万。你会超时，其实都不是我们业者能够控制的。对，我出去塞车，我怎么知道他会塞车？大家都一直在调整啊，但是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处理完。通联客运表示，未来因会搁再调整，但是所谓的调整，监视机改善班表，避免超时。通联唔愿意加做说明。新北市路检处表示，路检和开发是唯一的政策工具，但是要安怎改善，需要交通等下部会建议。记者综合报道。为要抢救连续2年负成长的国内旅游，交通部甲教育部是头摆来合作，要甲这个学校的校外教学为原底1年1摆，要改做1年2摆，恐惊影响到全台湾180万名的中小学生。有观光业者认为讲，无鱼虾嘛好，不过也有家长团体认为讲，这是逼家长摕钱出来开，对弱势家庭负担会变真大。108学年度新课纲开始了后，未来各中国校校外教学会拄即马1年1届调整做每学期1届。有观光业者评估，包括随团的家长，每1年会当有400万人次的各路观光效益。学生加起来180万人，再2倍就360万了。那如果有的小朋友比较小一点，需要家长再出来，还会再带动。毋过专门经营国内旅游的业者认为，其实校外教学毕竟毋是旅游团，就算讲到同一个景点，效益嘛完全无同。用观光农场来举例，校外教学差不多干那会停2点钟，一般国内旅游行程上无会停半工。校外教学学生每一个人是600块，国内旅游一般大人每一个人就要1200块。业者讲教学团的利润是真低，原来讲安尼强制1年2届的校外教学，像游览车的状况会更加严重。第一年的旅游市场的出现，只是在帮国民旅游抢车抢房而已，而且呢，对店家、对所有的饭店、对旅游市场，并没有办法呢，增进实质上的一个效益。那到底是你要用教育去救国旅，还是用国旅来成就教育？这2个不应该是拿出来相提并论，然后绑在一起。家长团体是认为讲，校外教学拄1年1届变做2届，到底会当有啥物款的教学效果，还佫毋知影。毋过对弱势也是偏向的学生来讲，会造成经济负担，认为无应该甲增加校外教学，当作是进行国民旅游的一项措施，应该要等来教学现场，互老师家己来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人讲水火是无情。伫苗栗造桥有一间烟火工厂，透早10点过的时阵，一名泰国员工当咧装一个炮仔芯，煞无细腻的时阵烧脱就来导火。虽然讲无发生大爆炸，不过火也一声倒规片，也造成这个员工规身躯3成拢是2度的烧烫伤。消防警官布水线伫咧工厂直直抓水降温，虽然火势即时被控制，不过警消嘛是伫现场戒备，都惊会再度引起意外。现场乱七八糟，不时传来爆破的声音，无记到过程下外职员工惊甲毋知安怎。早起10点外，伫苗栗造桥这间烟火工厂传出火烧的意外，2名外籍员工当咧装天高空烟火的时阵，敢若是因为过程有疏失，转真紧烧起来，引起2名外籍员工去受伤。一个是烫伤而已，一个是可能跌倒，
小受伤，另外一个有点烫伤而已。受伤的女性外籍员工紧急转院去台中，目前搁在住院观察。消防局火调科警官嘛去现场采证，初步了解，迄当阵员工当咧装片8寸的烟火弹，拄好要将半成品的火药球进入去拿球大小的烟火弹的时阵，因为路掉转产生火青。他目前是东部贵建市就我们这边唯一的储存爆竹烟头的工厂啊，它的仓库是可以让，譬如说释放高工业，说从外国进口到这边，在它的仓库储存。那我们消防局接货储存，我们会清点它的数量。消防局表示，这间工厂有合法的登记，会当进行这造限督准作业，嘛离开主题区，建筑的结构嘛符合规定。这个好加载无引起大规模的爆炸，搁再加上下晡落大雨，对厂区即时降温。按过了后，会对这间工厂加强管控。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唔惊7月半季，上惊7月积水。这几日啊，雨水是落袂离，伫南投的山区也传出了灾情。伫国姓乡中丰村的三角道路，也就是投81线，大约有150公尺的车路是规个落落去，关键差别2站流侵。那这个车路的地基雨水冲了了，居民又烦恼讲，这山边黄色的绿谷糜啊，一直互大水雨冲出来，惊有走山的危险。道路出现真大条的壁唇，点仔甲马路已经闭开啊，下骹的土石拢已经流了了。当地居民讲真烦恼，惊雨若佫继续落，灾情会佫较严重。拢已经规支山咧走啊，拢咧走啊吼，顶管拢放落来啊吼，拢放落来。居民讲土石也继续在放，加上这几天山区大雨落袂停，可能会继续放落，因为报坎地基放弃。这条投81线三只寮产业道路出现大规模崩落，上严重的关价差有700米，差不多有2站楼啊悬。这条嘛是南投国姓长丰村的连外道路，居民讲生活受到真大影响。水伤大啦，水伤大，水伤大，雨落足大。那农产品无法度运送，当地村民更较烦恼。山区大雨一直在落，报坎的降水量也是真悬，土石真松软，路变甲愈来愈严重。地基嘛流了了，随时拢有水崩山，甚至是走山的危险。你这边行咧过，那边更严重。这是走山啦吼。对，那边个山规拢来看会到。先找一个便道，那便道因为县政府有开口合约嘛。他会去变道的部分，他们会去想办法去借解。公所嘛徛警示排风路，估计影响几百户，就要设8条路才会当去处理。车程加要几点钟？官府除了赶紧规划修整2条替代道路，嘛要加强报坎，保证过路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网络的世界，唔当掠准别人唔知，就踮遐伫咧黑白来。中南部最近互这个大灾雨来吞大，数民众伫网络顶头铺一张淹水的相片，佮写讲台南淹水啊，基迈伫倒位？伫咧考试行政副院长陈其迈无关心台南淹水灾情。不过这张相片是假的，台南市长黄伟哲认为这是恶意的指控，也拍下算要告这名网友。网友抛出来讲嘅相片，去用看破骹手是假的。文章当中虽然想要考试，但其卖敢若关心高雄的灾情，毋过找来用的这张淹水的图，却是过去桃园的淹水状况，无米无代来牵拖台南。台南市长黄伟哲讲，这个代志台南市政府一定会提告。我不是说台南不会淹水，但是你淹水，你不能用错误的照片，而且用过去的照片，用其他地方的照片，刻意来黑台南，这部分明显是对台南的恶意。如果说社会还有公理，还有正义的话，公理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法律，所以我们法律上该怎么做，我们就该怎么做。过去台南嘛捌发生过这款的代志，民众对网络面顶写出来的文章，嘛感觉是灰哥哥。对啊，就是分不清楚到底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那如果就是后续的澄清，然后人家没有看到的话，那他是不是就信了？但是你讲陈其迈没来，没意思啦。那相片是在桃园的，又不是我们台南。中国的第一个细路的查甫人，伫个人人面册抛出台南市去年8月份深夜团体记录淹水甲真严重的相片。那就伫讲台南市治水做了无好，台南市政府认为细路的查甫人涉嫌恶意散播假消息，向警方来报案。落尾这个查甫人去向伊违反灾防法来移送法办。针对这个代志，警方强调讲，面对这款的网络假消息，已经主动介入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中国8月拄结束禁止渔船出海，进入迄个渔船啊是来掠过界，海巡队随去掠，不过这个渔船啊是拒绝停船受检查，
对早的时阵，咱海巡人员跳到人的渔船顶，脚头夫摔来受伤，互你加在落尾有甲这个掠过界的中国渔船扣回去啊。海上几个暗暝松鸟，海巡人员准备要跳上渔船啊，准备插接，想要到煞忽然间出现一个大影，两个船啊中煞架出一个要挖3公尺深的一坎，两名海巡人员就安尼摔伫咧船帮。来，所有的船员去头前去船头，船头大，叫你所有的船员来船头。金门海巡人员喙齿紧加咧，也是继续执勤。14暗时，金门的海巡人员透过雷达发现一只掠鱼掠过界的中国渔船，赶到现场要求渔船啊停船接受检查，想要到渔船啊煞唔肯配合，也搁想要选。这艘大陆渔船在发现我们巡防艇的时候，他就企图以断尾求生的方式将那个拖网切断，那并驾车逃逸。那不过我们巡防艇就以强势登检的方式那还是顺利的将这艘巡防艇这艘大陆渔船顺利的带岸取缔到岸。受伤的两个海巡人员分别是要有特勤经验4长的分队长，伊这边的筋力有受伤；另外一个姓王的副厅长，伊倒边的脚头骨骨头有脆去的情况。两个人拢是等到查扣中国渔船的作业完成了后，才上消防队的救护车去病院。中国禁止掠鱼的作业期间，伫咧8月7日结束了后，金门海巡人员伫咧金门的禁止也佮限制掠鱼的区域，拢会看到半暝有中国的铁壳船入来遮，上空上胖，想要掠鱼。这届海巡队将中国的渔船也佮7个队员登去辽罗队的本部，问话了后，将会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那这起事件也互民众看到海巡人员有偌尔勇敢。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国际新闻。西班牙人道救难船，一个船顶有172个万民，离上届近的意大利所无要来甲因接收，因一定在大海漂流2礼拜啊。虽然讲这个西班牙政府落尾同意要来接收，却要求因的船爱开到上远的港口，一个船长随也甲拒绝。不过，这个船顶的难民已经挡袂牢，踮船顶上久啊，也有人讲归去跳海用手的较紧。查某人坐伫涂骹大声地吼，救援人员无用地解安踏。这只船面顶的渔民已经伫海上超过2礼拜啊，大家拢真忝，食无嘛无够食，忍耐嘛已经到紧绷的程度啊。¿Qué más necesitamos? Los que no han muerto en el mar tienen que morir aquí a bordo, ¿lo verán? ¿Eso es lo que necesitamos? Espero que la fiscalía actúe. 西班牙人道救援组织的船只，这个月初伫北非利比亚地中海沿岸，甲172个渔民救起来了后，甲船驶去离上外的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来停靠，不过意大利的政府却拒绝来接收。救援船敢若会当继续伫附近的海域驶来驶去，而且向欧洲各国申请登陆，不过欧洲各国一直伫遐烧下体。等到法国18表示愿意接收40个渔民了后，意大利政府才甲态度放软，不过敢若愿意接收27个囡仔。西班牙政府嘛表示，愿意予移民伫阿尔赫西拉斯港来上岸，不过这个港伫咧西班牙上南边，救援船搁爱驶6天才会当到位。真侪人听到爱搁点6天，真正是挡袂牢，跳海向南贝杜萨岛去，救援人员随主动甲因带回来。La seguridad de todas estas personas necesitan desembarcar ya. Estamos en un momento de emergencia humanitaria. No podemos poner en riesgo la integridad tanto de las personas rescatadas como de la tripulación con 6 días más de tripulación. 北非的利比亚是非洲真侪散食战乱国家的移民。下过地中海去欧洲找找保护的起点，不过这个所在水域是真危险。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今年到8月初为止，已经有840个人要下过地中海的路里来无命。欧洲国家这几年8月又疫势力撑起来，非政府组织伫地中海救援船只愈来愈接互拒绝，无法度靠岸。意大利议会这个月初5通过一项法案，禁止任何组织也是个人救援船带非法移民进入意大利的海域，违法的人会甲船扣落来，而且处罚要100万欧元，差不多是新台币35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媒体甲一份政府内部文件压出来，讲若准英国无来协议，就要来脱离欧盟，可能会出现着汽油、食物甲医疗用品等等物资欠缺的大灾难。英国内阁大臣顾问也出来背会，讲这个文件已经过期啊。
英国脱欧大臣巴克莱8月18日伫推特铺相片，希望已经签脱欧的启动令，废除1972年的欧洲共同体法案，也就是真正的欧盟，正式启动脱欧的定数。英国预计伫10月31日离开欧盟。不过，英国媒体礼拜日《泰晤士报》说独家公布政府官方文件，大号防务行动的预测报告内容显示，若是英国无协议脱欧，会面对燃料、食物还有医药欠缺等等的重大灾害。除了去大港口的塞车较真严重，而且还在伫爱尔兰的交界省硬边界。报道阁指出，这份档案算是官方机密。消息出来了后，英国内阁大臣戈夫出来回回。Operation Yellowhammer is the nam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given to planning for absolutely the worst case in the event of a no-deal Brexit. The government have taken significant additional steps to ensure that we are prepared to leave on October the 31st, deal or no deal. 英国脱欧上主要争议之一是伫敢要伫英国的北爱尔兰，还有欧盟生活国的爱尔兰之间设硬边界。戈夫阁一再强调讲，袂有硬边界的状况来出现。We will not put up any infrastructure at the border. There's no return to a hard border. We will have a system of very, very limited checks, simply where international law requires it. 反对党工党的议员是批评讲，硬要脱欧本来就会出现这种正乱的状况来发生，呼吁将硬要脱欧的选项去掉。To be keeping a no-deal Brexit on the table in this way is reckless. It is wasting an extraordinary amount of money and should have been removed from the table a long time ago. 另外，根据路透社无讲名表消息的人指出，这项无协议脱欧评估报告是一个经部长漏摄出来的，目的是为着要影响脱欧协商。无论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若是英国真正无协议来脱欧，过来一定会出现真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叔叔五经读透透，唔捌元俄古比走。不过，伫英国有一群读大学的少年家真够变巧，因做一个网红，透过影片分享因大学的生活，甚至是读册内容，也个整理册牌的方式。而且，因的影片已经有超过30万人伫咧甲因看，真出名也赚袂少钱。Now that is some university. I hate myself too.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Edwards and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 镜头当中的杰克·爱德华兹对家己住的所在开始，甲观众介绍伊的大学生活，包括安怎安排读册的时间，做甚物款户外活动，甚至讲平常时家己安怎穿衫等，拢互观众看甲清清楚楚。这是最近伫咧英国真实行的学生网络红人，除了杰克，阁有几位女性嘛，真受到粉丝的关注。I am going to be living in Seoul in South Korea, Hyderabad in India, London, I get to finally see my family again, Berlin, Buenos Aires and Taipei. 因铺伫咧网络顶悬的影片，真侪人拢用直接看镜头的方式，互观众感觉讲是伫咧和因本人互动。因和其他的网青无共款的是，因分享的内容用的拢是同年纪的少年人，嘛共款的当着的情景和问题，这嘛是因会当得到回响上主要的原因。I think people are interested because being a student is hard. It's really difficult, and like putting in the hours and getting the grades and the amount of pressure that young people are under. Sometimes you just want someone that you can relate to that's also going through the same things. I'm interested in StudyTube because it really motivates me because I've just finished my GCSEs, so watching these revision videos really helped me and made me feel less alone. 冲观点阅率和流量，伫网络时代就代表讲有趁钱的机会。这是我必须关注的网络红人，都和袂少影视也是运动明星同款，有专销的经纪公司，佮安排参像这款的粉丝见面会，利用热热，和年岁差不多的中学生、大学生，除了和偶像面对面，卖当听因分享学生生涯的酸甘苦涩。若是因会当因为变成网青，赚到偌济收入，粉丝见面会顶悬唯一的男性就指出，若是面对这款的问题，伊会直接甲伊回答讲，这无你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大校长管中敏和监察院用着过去担任公职期间，摕一周刊写社论，正做理由来甲弹劾，移送公务员听改委员会。公听会下晡进行辩论的听书。管中敏也强调讲，伊受到媒体邀请来投稿，毋是兼职，也批评监察院。伊也讲，伊是受到政治迫害。
公听会严肃辩论庭前10分钟，台大校长管中敏真紧进入法庭。一开始，审判长就无肯先请伊表示意见。管中敏讲，口头要请写稿并无任何书面契约，毋是为伊受邀者。由周刊决定是毋是刊出，一个引用资深媒体人陈调平7月初文章，上至金朝总统下驻部会省长，拢伫报纸写过社论或者是专栏。受媒体邀请投稿是职。既然不是职，就没有兼职可言；既然不是兼职，当然就没有违法。财政部兼职无违法，啊，毋过感谢代理人真济摆强调，管中敏为伊周刊，也为联合中时写社论或者是专栏。近年来固定继续，而且温笔姓名，各有资料表示管中敏，但是国发会主席期间，二处代表台湾出席 APEC 替伊周刊写评论，妨害本质。管中敏回击是一般评论，无论迄 APEC 作为，并以字面甲标题认为甲职务有关系。媒体登载的我那些个人所的资料，千万不要告诉我这些资料是在中山南路的人行道上捡到的。监察院这样子滥权违法所做成的弹劾，就是政治迫害，这样子的弹劾根本不应该成立。管事部函释是毋是应起诉全国公务员？司法院设置71号解释是毋是应作为判断检视依据？双方辩论将近2点钟各自作出解释。管中敏伫辩论庭结束3分钟后，将最后陈述全部公开伫个人面册，批评监察院逻辑过陷、滥权违法、政治迫害、侵犯大学自主，因为9月2会宣判司法严控警戒错误。9月2号宣判有信心吗？我永远相信台湾会更好。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食的问题。根据食安法的规定，食的物件若准是过期，就爱拼掉。不过食品顶头的有效期限，拢是制造商家己定的。有民间团体也质疑讲，亲像肉类这款较有风险的产品，若准这个厂商较无天良，一定袂老实来做。建议政府爱设一个规范来管理。为了提供消费者更较侪资讯，卫福部小署今年鼓励业者试办山珍鸡肉食品，另外标示台一期，不过有民间团体认为安尼也无够，应该重新检视什么是有效日期，临时全部由业者自主标示，有标敢若无标同款。如果是一个小的通路商，他如何有专业知识去标示？那如果时间到了，他改标，因为他是自主标示，那他有没有违法？民间团体表示，现行法律规范，无论进口或者是国产肉品，拢由制造商负责标示。不过，制造商毋是食安专家，有时可能为了商业利益，不一定会实在标示。建议政府应该另外制定规范来管理。而台湾冷冻肉品农业工会也认为，交由业者制定效期确实有困难。如果你是定了太长人家也会说，你这个。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放什么防腐剂还是什么东西？我把它定的短一点，那卖场也许也会说感觉到保持这个时间呢太短了，这个有点会排斥了。有效日期的评估是由业者应该依照他所使用的原料、制造过程跟加工，以及后续的储藏、运输跟贩售的一个条件来做整体的实际的去做一个评估。民间团体甲冷冻肉品工会拢建议政府应该制定配套办法，比如1期或者是9期肉品，虽然9期，不过物件无害，议员应加工个利用，才袂浪费。不过小署强调，现阶段先试办山珍鸡肉标示台1期，半年了后，佮依照成果评估其他肉品的产销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世间第2恶是食酒甲喷风，即马婚害防治法无将电话卡甲人行道列做禁婚的场所。不过台北市政府表示讲，为着要维护民众卖吸二手烟的权益，自9月初一开始，台北市15间连锁便利商店甲咖啡店的头前电话卡拢是袂使食烟的。khu伫便利商店外口，哪食薰哪看手机，依照薰害防治法并无违法。不过，不少民众会向店家反映买物件所以闻到薰味。9月初一开始，台北市卫生局以公告方式，将5间连锁便利商店、甲10间连锁咖啡店头前的电话卡来做禁止食薰场所。有时候还要被室内的客人呢翻白眼，就说老板，麻烦告诉外面的客人不要抽烟好不好？不然那个烟呢飘进来，也很困扰啊！我们也不敢讲啊。就找外面人，烟也不能乱抽。
台北市卫生局伫今年5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郡9成支持便利商店甲咖啡店头前的顶仔卡禁止食粉。为了维护民众不爱食二手粉的权益，卫生局会甲业者合作。9月初开始，在广告场所业者会当以场所负责人的身份，设置禁止食粉的范围，并可劝食粉的民众。违规人会向罚2000到1万块。我们在这边也提供了小卡片，来请这个业者方便去提示。这个部分，我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大家共识可以做得到更好的部分。那如果说真的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报卫生局这边来进行相关的稽查。卫生局讲，要营造无粉的环境，最后的目的还是希望食粉的人提早解粉。卫生局已经结合医疗甲社区资源，提供解粉卫教甲解粉治疗多元管道。呼吁食粉的人会当多加利用。记者综合报道。有关空气污染的问题，环保署考虑也要来定一个工具机排放标准，下晡也来举行公听会。不过有业者来反弹，讲即马敢若会当进口巨型的，新型有钱也无地买。若要照这个标准行，恐惊无人有法度做得到。工地当中，常常因看到真侪机具，亲像怪手吊车这时间的工具，采用柴油引擎，会排放真可观的空污。环保署实测，有关机具瞬间排放的 OM 无透光率，也佫超过上路具以及柴油车标准的2倍。为了减污，环保署拍算管制，只是业者烦恼初步研究的标准，大部分的机具拢真歹合格。现在国外5级在研发，还没有量产。只知道4级、3级，那你国家叫我们要这个5级的东西，根本我们这有钱都买不到嘛。过来时间机具大部分为日本进口，二手中国机1/3，拢有10到15年。业者不满，若是照环保署建议，无法度达标就加装路烟器，根本逼大家做表面功夫。有些人是钻那个开关，没有在检查的时候你就直接排掉，你付这个钱是为了检查呢，还是为了我们的空气，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着想呢？无愿意阁看到管制时间机具，亲像管制老车或车主大反弹。环保署无用澄清，被管制对象是用来进口机具。所以我们使用中的不会说我一下子就定标准，然后呢让你使用中的没办法符合标准，要求你要去这个淘汰啦，或是要怎么样？环保署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环保署表示，管制标准也在研究当中，还未定案。另外，将来要补助改善老旧时间机具减污的确实方案，也拢在讨论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的艺术，有影是乒乓球世界真罕的有人得去到。自去年5月时阵，南口重庆病医，甲一个有心的人来做换肝手术，也在去年底平安甲囝生落来。根据国内外的资料，有心来换肝手术，全世界敢若5例，其中只有2例会当顺利生产，1例就伫咱台湾。 34岁魔小姐是鼻肝的带源者，去年3月份，伊有新的时阵去病院检查，发现讲伊的肝已经恶化做结石、肝衰竭，必须要马上换肝，若无随时有性命危险。等待医师配对期间，原本伊的小弟要捐肝，后来临时接到通知，有大爱捐赠者捐肝，互伊伫有新3个月时阵接受肝脏移植，而且手术了后恢复甲真好。去年11月份，伊平安生一个宝贝查囝。 我妈妈当然是就是内心当然是很崩溃，因为自己的2个小孩都要上手术台这样子。那所以后来听到说有大爱感，就是真的很感恩。医师表示，肝脏移植本身就是一个真复杂、佮有风险的手术，佮何况讲是有新的时阵，该考虑到囡仔安全，若无囡仔有可能会死去。根据国内外的文献发现，孕期当中接受肝脏移植手术的人，全世界敢若5例，其中有2例顺利生产。台湾过去嘛无这款的案例。手术中，因为我们要把整个坏掉的肝脏拿掉，再换一个新的肝脏，所以手术中必须跟麻醉科还有其他的团队要配合非常好。心、肝、肾、胰脏、小肠这些肺这些比较大的器官，那这些器官其实这几年来一直都平盘了就是没有办法很大幅度的在成长。 根据器官捐赠登录中心上新的统计，目前等待器官捐赠的患者还有9979个人，其中各以等待换腰子的人上济有7000多人，第2是换肝有1000多人，换肝甲某嘛有800多人，所以呼吁更较侪人会当来器官捐赠，和大爱的精神为爱人间。记者综合报道。
古迹是咱的宝，若是损害真烦恼。伫古迹嘉义林业村嘉义制裁所制造工厂，因为这几日拢伫咧落大雨，互深面2公尺的地下围沟积水是超过半个人悬，赶紧用抽水机来抽水，到今仔下晡才全部抽了。抽水机一直放，要伫上短时间内将水抽干，因为积水的所在是100年的市定历史建筑，嘉义制裁工厂地下动力围沟。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全区排水不及，水就会往相较低洼的制裁工厂内部来渗流，所以才会造成积水的现象。这个所在3年前才出土，全盛时期有30台电动机，互林业用自动化生产，配合透过铁路海运销售。第2、第4期当时规模应讲是东洋第一。如今拄到连续大雨，积水上深有120公分，也一度有2/3泡伫水内。会请专家给我们一些意见，看它这个部分应该怎么样的保存是最好的。那我们也会建议，林铁处这边会朝着专家学者给的意见，然后来做最好的规划。当地目前委托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管理驻店解说，选基组是控制力，按过制裁铁架免长期泡水，安若无较会生鲜。目前管理单位甲家己市府等相关团体已经来研究排水计划，希望这珍贵的历史建筑唔通够拄着大雨就泡水。记者综合报道。真侪网红拢会去外面翕相，定定去一个所在，号做是天空之城。这个所在就是新北市瑞丰的13站遗址，伫过去是金瓜石地区上大的矿山选炼场。因的地主也就是台电，因打算要伫中秋节的时阵，用电火做一个夜间光雕，照光13站遗址。不过在今日透早，有居民来抗议讲，这30多年来，当地拢有照明用影粒啊，阁有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台电说拢无要来处理。照山势一层一层向顶悬起去哩，四周的景观也真开阔。新北瑞丰应用海13站遗址，因为独特美感被新北市政府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战略点。台电也按算伫中秋节要来重现13站遗址过往的黄金矿业风华。这边的话，因为场地是荒废的嘛，所以你如果打造一下，可以让外国人眼睛一亮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在这边都没有因为这些污染造成的一些疾病。这一次有一个这种案子进入，其实对地方来讲是一个破窗的效应。13站遗址过去是瑞丰金瓜石上大的选矿场所。1980年代晚期，随着矿产减少甲所属，台金公司结束营业，转由台电接管。因为当地土地有硫酸铜等重金属，2010年被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公布为污染控制停止。在求居民到旧布条抗议30多年来当地空气长期飘散石棉粉尘，甚至有重金属污染土壤。不过台电长期无作为，即马要开钱点灯的同时，希望台电应重视当地环境。76年交接之后，这个地方是在民国99年被划为污染场域。那如果说今天一开始对这个地方它有所规划或者有所作为的话，其实就不会有今天或者有这后续我们在讲的环境污染的场域限制的这些问题。毕竟这是一个受污染的土地，涉及到的污染控制或者是整治的问题，并不是台电单方面可以处理。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在跟新北市的环保局跟环保署，目前都还在谈这些问题。台电强调已经依法设置围篱、警示牌、防水引导，进行监测环境、巡查维护，确保民众健康。也试着利用公共技术推动分子活化，首创土地污染用地，佮利用新模式，望用正做带动在地活化发展的新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伫较早种真侪粉仔叶，进行叫做分园的中华分园，因为关定国籍保障司，这个建筑物受损真严重，庙方也开1200多万要来征收。庙方也家己出一半，彰化县政府也表示讲，真侪古迹庙寺拢望政府全补助，保障司却愿意出一半，会使讲是民间甲政府做伙合作的最佳示范。原本因为地动逼起的壁面经过修复了后，已经看袂出壁痕，唯一的出尾点也到骨外的出遐，拢已经复原。
庙方人员无需要搁再烦恼有放落的危险。原本已经去到白下酒坑的木构件，嘛已经全部换新。中华关电古迹分园的保送师，经过1年的时间修复完成。庙方驻场超过1半的工电费，嘛是中华关收的。这个管理委员会这边很负责任，他们认为说这个修庙是我们委员会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愿意出资51%大概629万。中华关政府表示，保送时到即马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是地方的信用中心。经过几啊届地动，寺庙有几啊位毁损，不过才开1年的时间就修复完成。从到伫咧彰化市的国定古迹彰化孔子庙，修复工程为2017年招标到即马已经流标8届，也唔知影当时会使完工。如果是由我们政府机关来代替民间来执行这些这个修复的话呢，我们必须完全都要适用这个政府采购法的一些程序规定所以它的整个期程上面来讲反而是比较要照规定来走，会比较久一点。彰化县文化局解说，保送是因为驻场超过50%的经费，依法无需要受政府采购法相关的限制，所有权人会使家己找厂商发包。但是孔子庙因为是政府所有，修复经费专业政府支出，所以相关的流程会较久。目前已经重新规划评估，今年底进前会搁再上网来招标。记者彰化综合报道。有300多年历史的婚林卖寮姜环姜，传说是奉祀美洲的四妈祖。日前信徒寄付的金牌，拢总有2000多块，打算要样做伙。庙方未来也要打造一尊纯金的妈祖，予民众来朝拜。工作人员用火伫金牌面顶四界来火烧，就是为着要甲杂质去掉。这拢是婚林卖了公环宫开山妈祖的信徒拍来行愿的金牌，甲单已经有2000多片。为着方便保存管理，庙方决定要甲样做伙。咱卖了公环宫咱已经整修完毕。咱等会开会从咱信徒捐的那金牌咱甲它样做伙。来好保管。信众的寄托，庙方非常的认真，专程录影记录这金仔处理的过程。主委表示，妈祖监督，请信众放心。未来庙方规划要用这金仔打造一尊金妈祖，予信众参拜。庙方表示，信众看到家己捐的金仔，真做是妈祖的金身，应当会真感动。咱的干部拢有一只搁全程拢录影起来，这拢袂去颠倒啦请这个大家放心。咱有妈祖咧在监督以后计划就是这个金仔来做一尊安尼的金妈祖。姜环宫是1685年起的，规间差不多拢是用柴砌起来，经过300多冬，已经有漏水懊恼的现象。庙方向文化部争取2800万的经费，经修107冬，去年完工。这是地方重要的信用中心，民众的信心就亲像是黄金的黄金，遐尔啊纯。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大肚山顶的9天民俗技艺团，伫1995年来成立。到今也有读戏剧系，伫团大汉的柯怀文，回来斗3工，运用现代剧场的技术，要互顶头炒出新的生命。伊嘛暗时9点，台湾新港界文化新台湾，咱做伙来看。9天民俗技艺团改变顶头传统的表演模式，替台湾顶头带来新的可能，嘛互演出场面更加精致、更加艺术。自阮创团的这个过程当中，阮就发现讲，有足侪所在我们不足专业方面的艺术的知识，有人才方面的培育，所以我才感觉讲。这个学知识方面、艺术方面、知识方面最重要，所以才会促使我去读台北艺术大学。要跳脱传统，做出差别，才会当凸显家己的价值性。因此，柯怀文大学选择读戏剧表演，将现代剧场的技术甲传统艺阵表演做结合。其实，毕业回来了，足侪经验是伫咧学校做这个学习制作的过程当中去学到的，因为阮。毋是讲，因为足侪人印象讲读北艺大戏剧系就是演戏，其实无，阮足侪代志是幕后的。柯怀文将西方剧场的想法融入顶头表演，将台湾民众上常常接触的民俗文化搬上艺术舞台，打造新的剧场音乐会。这几年的创作拢是想要再找一寡台湾的重点民俗文化，但是可能无足侪人知。
透过演出的方式，甲大家讲台湾其实这样的庙会文化，佫足济足水的，所以需要大家来去每一个所在去行看看发掘其实这个文化足水的。台湾老一辈接受艺术无伫艺术舞台，是伫庙口。现在经过柯怀文的双手，要互民众感受到顶头不只是民俗，更加是真悬的艺术表现。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虽然有雨水有较少小看，但马仔气象也是做伙来看。北部地区为24度到31度，中部地区为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为24度到29度，东部地区为24度到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去日本看因过秋工船，也感谢今日恁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